张建真是苏州平南学校92届的毕业生，纯真的苏州姑娘，温文尔雅，真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。毕业之后呢，长期与马志伟合作拼档，弹唱的长篇有《四香园》《九龙观》等，《秦香莲》《寿堂唱曲》，这是张建真向杨乃真老师学习的一份作品。其中运用了3种曲牌和女声讲调，在学习的同时更注意了声腔的处理，唱出了秦香莲对陈世美既爱又恨的复杂情感，让人听来是哀怨凄苦。下面我们来欣赏张建真和马志伟合作的《秦香莲寿堂唱曲》。天天西郎飞，求必大事，歌唱为风行，下衣虽然美唱女子即下衣。罢了，是美唱女子下衣，能为唱红中却了。仙女子为唱家乡写曲，名不妨居心。放居心，美唱女子，你是老夫美美的唱来。是。唱得好，唱得了，美唱女子是能与老夫继续唱下去。是。名家人
是美，心下里那是都的娘。当上宫一枚，神魂还西落一女的也美，身家一来还是香，是美是那年看淡梦进去，乡里是西边谁担把好一个兵力较不可防，糟糠之不下当。梅长女子，是你与老夫继续唱下去。是是美也去新面吧，家下不言女在乎，公公四海上有的天天见我是内当。不因公公西去世，心下里情绪咋干当？
天得金榜。你来的步步深如冰，你家的孩儿女婿麒麟，离君为与非欧里龙，随领的气候心乡里的宝宝在欧里林中歇息，不料来了一帮驸马府的家丁，将心乡里的宝宝替死为兵为的脸。神空灵，每场日子是待不及回来怎也？有相依。非蜜蜂新郎，在乎梦落发出居家心，妻子太悲伤，伤心可头悲伤，气非有力，把命丧内批听风暴的姑娘太机灵，太机灵，子女听风言，白得人家应归是心，并地起在旁。去他方，又不再来往，新女娘，妻女归人，子女亦是归人也，亦是归神。桃花扇相见恨晚，这是张建真和马志伟合作的另一首新节目。在这首开篇当中，张建真运用余调唱腔来塑造李香君这个角色，在演唱中恰如其分地把握了唱腔的速度，追求了装饰音的运用，来体现李香君精灵凝寂的内心世界。下面我们来欣赏。去问不敌也去下，绿纱中一步为谁山？花粉离离应声知。于是天来应然亮，
众生儿等着神清气呀，一生心发家强，其他代拜亲戚爱公山农民，识得理想中，埋下泪上为红砖。生于为家相是细心吧，你看他中呀小病大亏，牛骨顶起呀军饭。一个儿冷落一花名大义，一个他们是
心能头，这恨想起万。心怀河畔细声，双呀并高双听，并感双听，接楼哇。为追求艺术上的精益求精，1996年，张建真有幸投拜了弹词名家姜文兰为师。《唐寅》这首开篇是在姜文兰老师的直接辅导下自学的一首新作品。如何来表现这位明代苏州才子唐寅的个性和风采？张建真在讲调的演唱中把握了刚柔相济的演唱力度，完美的表现了这个人物的特色。好，下面让我们来收看张建真用讲调弹唱的弹词开篇《唐寅》。
有事，只见人间闭门有。
是。张建真的音色很美，留给欣赏者较大的满足。张建真的台风又亮丽，给我们带来一种美的享受。下面我们来欣赏张建真弹唱的2首小调曲牌《茉莉花》和《小九连环》。还一朵美丽花，还一朵美丽花，我有花开想一想不够它，我有心配一朵玉破荷花的深孩马。还一朵美丽花，还一朵美丽花，美丽花开心大不够它，我有心配一朵玉波黄生相望。还一朵美丽花，还一朵美丽花，我有花开比不够它，我有心配一朵玉波来年不花影呀。我有心配一朵玉波来年不发芽。好
选曲主要讲究的是演员如何来运用唱腔表达书中人物的思想感情。张建真在林冲误责真娘的演唱中，唱出了欲言又止的感觉，唱出了张真娘有种无奈的一种心情。下面来欣赏张建真和毛心凌合作对唱的林冲选曲《误责真娘》。张有宝玉一听，气冲冲打起立身。张建真不断刻苦努力地学习探索评弹艺术，获得了广大评弹观众的认可和喜爱，也获得了许多荣誉和掌声。我们衷心地祝贺他，在他今后的艺术道路中取得更大的艺术成就。好，观众朋友，感谢大家收看。